好多人都知粵語嘅口愛體驗可以令成個性愛享受升華。根據非正式統計，口交仲可以令女性更加容易達至強烈嘅高潮添。但係唔係人人都願意直接用口為對方服務嘅，有時又驚尷尬氣味破壞氣氛。呢個時候 Olivia 天然乳膠膜片就派上用場啦。Olivia 天然乳膠膜片係一種專為口交而設嘅乳膠膜片，薄薄地一片就可以避免嘴部直接同私密處接觸。Olivia 嘅天然乳膠膜片仲會散發誘人香氣，系列入面嘅香味包括有士多啤梨、香蕉、提子、薄荷、朱古力同雲呢拿6種，款款都夠晒香甜誘惑，用家可以盡情咁投入又香又衛生嘅口愛享受啦！天然乳膠膜片可以令口愛體驗更自在、衛生同埋刺激。初嘗口愛嘅時候，唔少人都會因為要用嘴觸碰伴侶嘅私密部位而感到緊張，又或者反感。但係隔住一塊天然乳膠膜片嘅話，彼此之間就唔使直接接觸，又同樣可以享受到真實觸感，同伴侶可以更加容易咁跨越心理關口，可以放膽自在咁嘗試口愛體驗。Olivia 天然乳膠膜片非常之薄，絕對唔會影響口愛嗰陣嘅自然觸感同快感。另外加入埋水果同埋朱古力等等嘅香味，仲可以營造埋浪漫嘅氛圍，進一步挑逗伴侶之間嘅觀感，令口愛體驗更刺激同更有新鮮感。用天然乳膠膜片嘅時候，要小心咁打開包裝，避免指甲或者首飾、拉鏈同紐扣等等嘅硬物觸碰到而造成破損。將天然乳膠膜片覆蓋喺所需嘅部位，就可以盡情咁投入口愛體驗。如果想避免天然乳膠膜片喺使用途中移位，可以喺天然乳膠膜片同覆蓋位置之間加適量嘅潤滑液。用完天然乳膠膜片之後，記得要用紙巾包好先好放入垃圾桶，千祈唔好掉落坐廁沖走啊！Olivia 天然乳膠膜片由天然乳膠製成，唔單止冇臭膠味，反而仲有多款誘人香味添。每塊天然乳膠膜片只可以用一次，重複使用嘅話，一嚟唔衛生啦，二嚟會增加天然乳膠膜片嘅破損風險。天然乳膠膜片一般都唔會包含潤滑劑，可以自行配合水性或者係直性嘅潤滑劑一齊使用。Olivia 天然乳膠膜片，讓你唔再尷尬，投入口愛刺激。